冷氣通冷氣系統升級，快速上門，透明報價，節能高效。為什麼需要升級冷氣系統？冷氣系統影響住室內舒適度及能源消耗。隨住技術進步，傳統冷氣可能存在以下問題：製冷效能下降，長期使用後冷氣系統效率降低，耗電增加，高能耗高電費。舊款冷氣機能耗較高，導致電費支出增加。冷氣不均勻，空氣分不佳，影響整體冷房效果。設備老化，頻繁維修，經常故障，維修成本持續增加。冷氣通冷氣系統升級優勢：快速上門評估，技師現場檢查，提供最佳升級方案。透明報價，明確價格，無隱藏費用，提供性價比最高的方案。節能高效，用最新技術，降低耗電量，提升降溫速度。環保冷媒，減少對環境影響，符合最新能源標準。立即聯絡冷氣通，升級你的冷氣系統，享受更舒適的生活環境。冷氣系統升級完整流程。升級冷氣系統涉及專業安裝與調整。以下是我們的標準作業流程。步驟1：現場評估，分析現有冷氣系統效能，確認升級需求。步驟2：選擇合適冷氣機型號，根據空間大小需求推薦最適合的型號。步驟3：舊設備拆除與環保回收，移除舊冷氣，確保環保處理。步驟4：安裝新冷氣系統，由專業技師精準安裝，確保安全運行。步驟5：測試與調校，檢查冷氣效能，測試空氣循環與溫度分。步驟6：客戶確認與保固服務，確保客戶滿意，提供保養與售後支援。冷氣通專業技師確保升級過程順利，提升冷氣系統的整體效能。冷氣系統升級實用技巧： 1. 選擇適合房間大小的冷氣機，根據房間面積選擇合適 B2 製冷能力，避免功率過大或不足影響效能。 2. 安裝變頻冷氣機，變頻技術可根據室內溫度調整運行速度，節能30%以上，降低電費支出。 3. 選擇環保冷媒，R32或R410A 冷媒不僅節能，更符合環保標準，減少碳排放。 4. 配合智能溫系統，使用智能溫控器設定不同時段的溫度，避免冷氣長時間過度運作。 5. 定期清洗與保養，即使是新冷氣機，建議每6到12個月進行深層清潔與保養，確保最佳效能。冷氣通專業團隊提供一站式升級與保養服務，確保你的冷氣機高效耐用。常見問題解答 FAQ。 1. 何時應該升級冷氣系統？如果冷氣機運行超過8年，電費明顯上升或冷房效能下降，就該考慮升級。 2. 升級冷氣系統的費用是多少？費用取決於冷氣機型號、房間大小與安裝複雜度，可聯絡我們獲取免費報價。 3. 冷氣系統升級後維護保養需要多久一次？建議每6到12個月進行一次專業清潔與檢查，以延長使用壽命。 4. 你們提供哪些地區的服務？冷氣通全港提供服務，包括住宅、商業辦公室、商場等空間。想讓冷氣機更高效耐用，立即聯絡冷氣通安排升級。冷氣通服務地區：九龍、觀塘、九龍灣、旺角、尖沙咀、黃大仙、樂富、新界、荃灣、葵涌、元朗、屯門、大圍、沙田、港島、銅鑼灣、灣仔、中環、鰂魚湧、太古、柴灣。冷氣通冷氣系統升級，全港快速上門，立即預約。